欧盟执委会宣布要把苹果公司罚18亿欧元，也就是差不多新台币616亿遐尔济。这理由就是因为苹果一寡 App 要互消费者知影讲，外界其实有其他更较俗的选择，所以变作是高门独市全部人。也那苹果公司是表示讲，一定会提出上诉。欧盟执委会伫咧初时开记者会，宣布对苹果公司罚18亿欧元。这是欧盟第一遍对苹果实施反两端处罚。欧盟讲，苹果应用程式商店向开发者收30%的手续费，和消费者伫咧这个平台订应用程式的价钱较贵，而且有不利公平竞争的条件。For a decade, Apple has restricted music streaming app developers from informing their consumers about cheaper options available outside of the app. Apple has done so by contractually imposing anti-steering rules on music streaming app developers. 欧盟这项决定一开始是因为瑞典的音乐串流服务 Spotify 投诉，因不满苹果对串流音乐平台的限制。不过苹果公司讲无证据显示消费者受到伤害，也批评欧盟无看到这么蓬勃发展的市场竞争激烈而且快速增长的事实。Spotify 讲这是重要的时刻，代表无任何公司会让滥用权力控制客户甲其他公司的互动方式。This is illegal, and it has impacted millions of European consumers. They were not able to make a free choice as to where, how, and at what prices to buy music streaming subscriptions. 苹果公司讲将会对这项决定提上诉。另外，苹果伫咧随时无预警推出新型轻薄薄的笔记型电脑 MacBook Air， 只敢用新闻稿的形式发布，分做13+15寸两种。价钱是代表35900块以上，美国等28个国家随时开始有购，台湾会另外经时间。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